開始。大家好，我叫鄧清瑤，今年8歲半，我準備升3年班。我讀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。我最中意睇漫畫同埋做運動。我參加 DJ 小王者係因為好想發揮我嘅長處俾大家睇。我今日會表演個故事俾大家，叫做有你真好。各位，這本書的內容非常特別，是為母親告訴女兒的一番說話，所以大家聽的時候就要想像自己聽媽媽說話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天父做了個決定，個非常重要的決定，一個讓我開心不已的決定。他決定要創造你。天父用創造萬物的那雙手創造了你，把你做得獨一無二。如果你走遍全世界，搜遍家家戶戶，你會發現沒有人像你一樣。你是非常非常與眾不同的，就是因為你這麼特別，所以天父想把你放在一個合適的家。最後，天父在精挑細選之後，把你送到我這兒來，而我高興極了。我永遠忘不了第一次看到你的那刻，你美麗的眼睛靜靜地閉着，你可愛的手指頭握成了2個小拳頭，你的臉圓嘟嘟，好嬌嫩。我心裏知道，天父送來了一位美妙的天使，要我好好照顧他。在一個晚上，我聽見你發出的每個聲音，我聽見你咯咯的笑聲，我聽見你的呼吸聲，我聽見你肚子餓的哭聲，然後我餵了你。現在你長大了，又會做更多事了，你不再是個小嬰兒了。雖然你不斷成長改變，不過有些事是恆久不變的。我永遠愛你，我一直都會在這兒守護着你。當你在漆黑的夜晚裏聽見衣櫃有怪聲時，記得叫我；當你看見暗暗的樹叢裏有妖怪時，記得叫我。當壞孩子欺負你時，記得回到我這兒來。如果你考試差了，老師氣炸了，記得回到我這兒來，因為我愛你。多謝。第二下我會表演畫畫。